台南市立安南病院院長林勝澤表示，隨着台灣邁入超高齡的社會，退化性髖關節的疾病已經成為個人族群的痛痛、跋倒、甲着失靈重要的原因。未少的長輩因為煩惱年紀大、把水甲着手術的風險等，一直唔敢來接受治療，造成生活品質大幅度來下降。現在病院導入ERAS手術後加速康復的整合照護，有着麻醉、骨科甲着復健團隊跨專科來合作，打造更加完善的手術後照護的流程，讓一名90歲的婦人在完成人工的髖關節手術以後，當天就用個樂眠床來行路。高齡開刀現在已經不是禁忌的。那當然要先經過專業的評估，包括心臟科、包括麻醉科，就是各個的大家的通力合作，才能達到更好的結果。好，那我們在這樣子的適當的一個就是組織的一個破壞下，那減少這樣的組織破壞，然後再給它適當的修復回去，其實可以達到很好的病人的一個恢復功能，然後也能減少適當的一個疼痛。那這樣子病患恢復才會再更加迅速。衛福部在推這個 ERAS 以樂視這個東西之前，其實我們很多骨科醫師都有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就是術中的一個止痛跟術後的止痛的一個部分。所以其實包括我們長庚的師兄弟，包括我們整個關節重建醫學會的很多前輩們，他們其實都很早就在做這件事了。所以很多病人，他們甚至3天就讓他回家這樣子。對，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越來越朝國外，因為國外的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跟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基本上都是門診手術，當日回家。骨科醫師許俊成嘛強調，微創的關節置換技術目前已經相當的成熟，甲着傳統的手術比較起來，破壞較少，恢復嘛較緊。類似這名90歲的婦人，在痛痛4天來，外面的醫師攏無建議伊來開刀，即擺在安南病院完成手術，嘛互伊會用個重新擱再徛起來行，恢復了日常的生活。因3、4年的痛苦吼，實在吼擋袂過。迄個這病嘛攏燒甲攏吼。真算康復啊，安尼啊好。啊，即擺安尼吼，我醫師講是咧，甲我安尼手術安尼吼，我吼攏記佇心肝內，若創啥個就講看醫師吼誒，啊，甲咱遮個迄落醫生團隊吼，啊，甲護理師小姐安尼吼，我安尼甲伊感恩。吼，互因會修，因甲我修復，阮才有即個健康啊。醫師強調 ，ERAS 並不是單一的治療技術，而是一套跨團隊合作的整合照護模式。透過各專業團隊共同的合作，提供患者更加安全、有效率的醫療照護。未來安南病院將持續推動 ERAS 照護的模式，應用在個較濟手術領域。協助患者縮短康復的時間，提升生活品質。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